飲茶傾偈，講個故仔，大家慢慢啲下。特朗普訪華個晚宴，規格夠晒頂級啊！你睇下庫克做緊乜嘢？堆埋笑容，主動貼埋去求合影。見到佢親個老豆咁，你以為同邊個合影啊？哈哈，冇錯，就係佢啦！你睇下馬斯克嗰條友仔，鬼眉鬼眼咁樣，你話係刻意配合呢？定係根本都懶得偽裝？好誇張！開席之前我足3日咁款，直接落手攞咗嘢入。你睇下雷軍攞住台手機行埋嚟，想同佢自拍，你估下發生咩事？佢全程坐定定，口入邊仲嚼緊嘢，仲要繼續擠眉弄眼，突突戚戚咁傳到爆。講真，就呢份吊兒郎當、唔睬人嘅姿態，已經贏過晒你笑騎騎講1萬句客套說話。頂級大佬邊度喺度食飯啊？直情係專程嚟捧馬斯克個人棟篤笑嘅場嘅。成年人嘅世界，虛偽係基礎標配，夠真先至係頂級頂配。可以喺全球幾百隻鏡頭面前肆無忌憚咁偷食，仲將一班大佬當成背景板咁嘅人，先至係真正活得通透嘅頂級狠人。不過講返轉頭，如果係你坐喺馬斯克隔籬，你又會點做呢？留言話我知。